头刷登来台湾，后来乡亲人来看 Energy 这个台湾的男子团体，2002年成立，2009年5个团员随下家己去发展，经过22年，即卖重回歌坛。昨暝伫台北的信义区举办签唱会，有5000个歌迷到场，讲这个签名的活动是签到翻半暝3点才结束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就算过两天拜一爱上班，歌迷同款正支持男团 Energy。经过22档重回歌坛，伫台北市信义区办签唱会唱新歌，现场超过5000个歌迷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歌迷做伙唱歌兼跳舞，气氛正热。大凯歌迷用手机的离线，换一个角度，畏悬的所在看落去，广场差不多拢是人，钱甲拢无靠路，附近百货公司的天桥嘛，拢是歌迷。尽量的去看到每一个那个，你真的发现很多以前熟悉的片子，然后都长大了，手上还抱了小孩。这歌迷细汉的时，约这名称大汉了，带囡仔做伙约好签唱会，为昨下晡4点开始，签到今仔日透早3点才结束。艺人郭嘉燕搁伫半暝找因翁，伫 Energy 写讲敢签煞，嘛分享讲青春的记忆内底有一部分搁活起来啊，伊嘛对咧活。敢若是大家做伙穿越到20年前，会当甲青春再相会，感觉真水。看一下彼此都是为你们啦。也有歌迷因为行动无方便，佫写讲台顶5个人佫专工来台卡签名会，真感动。嘛有人规个伙仔带咧专工为南部包车上北。佫有人讲看到真侪家长带囡仔来看伊囡仔时代偶像，场面真温暖。签唱会前后11点钟，加上7月份的演唱会门票拢红卖了了。Energy 回归魅力不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